我们一起飞往太阳出来的地方，耶！谢谢大家，祝你们情人节快乐！4月到啦，拜拜。那个业配一下，那边有卖 CD， 第1张专辑跟第2张专辑都有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配安口吗？安口，配安口吗？有准备吗？有准备我就喊。我刚刚有一直看到你有那个唱你有会唱的吗？不如你来唱一首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谢谢。安口是这样用的吗？也是可以吧，可以吗？安口。我第一次，其实你们知道吗？很多好像没什么粉丝，因为那个，唱原住民全族语的歌好像比较边缘一点。
然后今天居然还有人要叫我唱门口，我好开心啊！居然刚好要唱个香菇的钱，那如果因为其实真的没有准备啊，没想到，那就香菇的钱喽，谢谢。可以，好。谢谢。